3月嘅運勢終於可以順翻晒啦，過咗相當震盪嘅2月，響3月呢可以全速前進。想揾工轉行揾新機會，呢3個日子你一定要 mark 實。第一個3月11號，木星順行。之前呢揾工 send CV 都冇乜回音，做生意又覺得冇機會喎。喺呢日之後，木星會將機會帶返嚟，想揾工見客傾合作，係時候你要主動出擊啦。跟住3月20號春分日，太陽進入白羊座，亦都係占星界嘅大年初一，一切重新開始，有新 project、新生意、新計劃，趁住行動力同信心會爆升嘅時間，就快啲去做啦。跟住第2日3月21號，水星逆行終於完啦，啲腦霧會散開，溝通慢慢順翻晒，棘住咗嘅計劃亦都可以重上軌道，我哋可以全速前進。所以3月好簡單，就係主動出擊，揾機會，開始你嘅新計劃，然後全速衝刺。趁住個勢咁好，你3月最想衝邊個目標呢？如果你想知道2026年更加多嘅重要星象日子，歡迎領取我嘅星象月曆。